月10日，捷克地方议会就维吾尔种族灭绝举行听证会。东突厥斯坦集中营幸存者古里巴哈尔、哈提瓦吉、盖尔比诺尔、斯迪克、世界维吾尔大会伦敦办事处负责人拉赫玛马穆提以及多位国会议员和民间社会代表出席了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组织的议会。集中营幸存者在会上介绍了中国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种族灭绝和近期以清零为借口进行的饥饿大屠杀。他们呼吁包括捷克地在内的全世界都应该采取行动，制止中国的种族灭绝。美国乔拜登政府上台2年后首次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民主制度的最大威胁。在这份揭示美国政府重要战略规划、国内外政策取向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维吾尔人面临着中国政府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拜登政府在其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对于新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西藏的人权侵犯以及香港自治和自由的破坏负责。无论中国对于各国和社会施加多大压力，试图让他们晋升，我们会努力追究中国的责任。包括印度在内的11个国家投了弃权票后，一份关于就维吾尔人人权状况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讨论的提案遭到否决。印度政府在遭到国内反对派和伊斯兰组织抗议后，发表声明说明其投弃权票的原因。据今日印度网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阿林丹巴格奇表示，我们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就维吾尔人权问题的报告，维吾尔自治区人民的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希望有关方面做出客观合理的解决方案。突厥国家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官方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第8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据报道，会议主题确定为突厥国家领域对发展经贸合作和交通物流环节的期望。